周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，你一下子全都搞定了。你呀，以前上课老是偷懒，现在知道自己学艺不精了。哇！哇，这么多银子啊！哇！罗小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幸亏你反应快，不然我现在只怕已……朱哥哥，对不起，刚刚都是我大意了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你先通知外面的侍卫兄弟进来搬银子，我再检查一下，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机关。注意安全。嗯。朱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再生气了。你以为我生你的气，是你不小心触动机关吗？没想到，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最先救的，竟然是他。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？那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你看他武功不行，所以我肯定要先救他嘛，我得保护他嘛。你从小在我心里就是最强的，你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啊。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同时遇到危险了，我第一个救的肯定是你，再救我自己。你呀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能装多少是多少，快！多多益善，多多益善啊！痛快，真是太痛快了！今天晚上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，我必将终身难忘。哎呀，可惜不能让史官把今夜的经历全都记入史册，更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。要是让她知道了，肯定有说把你带坏了。那可不就是你这个老大带坏我这个小弟了？嘿，你现在是赖上我了是不是？那好，不赖你，不赖你啊！老大辛苦了，等回宫了以后呢，我就重重的赏你。赏我呀？赏我什么？你说个数。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也不能狮子大开口。500两，300两，200两成交。你越来越小气了，你不会赖账吧？我发誓，绝不赖账。我以我本人做担保。我要是赖账的话，到时候我就把我这个人赏给你。哎，算了吧，你一次用膳就要吃上上百道菜，我可养不起你。如果你要赖账的话，我自认倒霉呗。李太医啊，今天晚上真是辛苦你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身边还有你这样一个全才，不仅医术好，武功好，还懂得机关阵法，懂谋略。让你做一个太医啊，实在是太委屈了。等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好好提拔你。主子，其实今夜此次行动能如此顺利，并非臣有多厉害，而是臣的运气好，事先得到了裘贵庄园的机关地形图和卫队巡逻表。你能得到如此机密的东西，是裘贵身边有人给你做内应？是，看来真是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啊！我一定要做一个有道的天子，不能做一个无道的昏君。龙小弟，我相信你。李公公得罪了。啊，主子，你终于平安回来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奴才也要吓死了。李德福，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太皇太后，要不然我就砍了你的脑袋。只要主子能平安回来，这件事情，奴才就当不知道。
海老板真是一个爽快之人啊！真是又财大气粗啊！哎，这样也没问题，对，说没错。海老板大手炮。老爷，银子都验过了，都是成色十足的官银。好，海老板，真是诚信之人呐！我们商会已经准备好了1000担粮食，就在码头仓库里。如今银子已经交割完毕了，可以放粮了吧？那是自然啊，去，带着艾老板的手下到码头交割一下啊。是，好的。跟我来，请，这边请。哎呀，艾老板，真是大善呐！您行此善事，上苍必定眷顾，此次劫难一定可以安然度过。裘某在此，先祝愿艾老板早日康复了。多谢裘老板吉言。我在府上已经设下了酒席，艾老板，上个光，也让裘某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好说好说，倒是让裘老板破费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慌什么？说，庄园进了盗贼，银库里的银子少了整整3万两。这3万两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昨夜，庄园进了贼，盗走了3万两银子。你废话你！啊！这么大的事，现在才来报？报了，今儿4更天就发现出了事儿。庄园管事马上派人给老爷还有巡抚大人报信儿，可等到5更天没见回音，庄园管事就派出了第2批、第3批人报信，可还是没有回音。庄园管事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便让小人骑马绕行了10几里前来报信，这才顺利进了城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？艾老板，我那几批送信的人，不会是让你的人给劫了吧？你说呢？这么说，这批银子是从我庄子上劫的了？你说呢？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去，把这件事报告给巡抚大人。是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把他们抓。别嚎了，你外面那几条狗早就被我大哥解决掉了，嚎也没用了。你。爷爷，咱们不能把银子都给他们留下来。把银子全都抬出去，交给李护卫发放给灾民。走吧，松儿。等一下。爷爷，我想了想，应该在这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脸上留点墨宝，也相当于给刘德昭那个狗官下了战书了。意下如何？这倒挺有趣儿的。别动，再动的话，拿刀在你们脸上刻字了啊！这边再写一个字啊，都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好了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写完了。行了行了，
别鬼叫了。知道我爷爷是谁吗？告诉你们，我爷爷的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，最好在你们脸上永远不要洗掉。给你们还有刘德昭敲个警钟，知道吗？走吧，孙儿。走吧，爷爷。慢点啊，爷爷。好，谢谢，终于有吃的了。哎老爷，谢谢您。哎老爷，您可是活菩萨呀，是吧，乡亲们？各位不必谢我，其实我也是皇上指派下来赈灾的。你们手上拿的粮食和银两，全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银和赈灾粮。接下来，朝廷还会有更多的赈灾计划，帮大家重建家园，度过灾年。谢谢皇上，谢谢皇上，我们万岁！朱哥哥，灾民们暂时得救了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灾民得救，我自然是高兴。可如此一来，却是在帮康熙和大清朝廷收买民心了。大人，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老爷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时间吗？大人，舅老爷的库银被盗了。你说什么？银库被盗了？不仅被盗了3万两银子，还有1000担的粮食，也被那帮人分给了灾民。待卑职得到消息赶到码头时，那帮人已不知去向。消息，这些刁民，这是要造反呢！去看看。老爷，闪开！闪开！哎呀！你慌什么？老爷好着呢，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慢慢说。棍儿和那几个商人被人给绑了。啊？看看去。走。棍儿啊！你能不能轻点？棍儿啊，这是哪上着了？怎么不起来？这人怎么了？啊，哪个不要命的干的？你到底出啥事儿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别吓我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来，先起来说啊！先起来！别碰我！棍儿啊，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邢爱，以前没打过交道，京城来的客生。看见了吗？看见我的脸了吗？让我抓到他！我扒了他的皮！刘德昭，这事儿你必须得给他做主。你看看他这脸弄成这样，他怎么见人？他怎么活呀？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？什么时候被人这样欺负过？我跟你说，这事你要是不给他做主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就甭想有这个没有。好了，成何体统啊！有事回家说去。这真是的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敢在我小舅子头上动土啊！若是让本官抓住，
非得给他碎尸万段了，扒了他的皮，扒了他的皮给我喂狗去！你听见没有？这喂狗！娄小弟，这杯酒我敬你，谢谢你为了老百姓，肯跟我们一起铤而走险。老大，这杯酒应该是我敬你和你大哥才对。要不是你们兄妹俩的话，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大清的子民要惨遭刘德昭和这些贪官污吏的迫害。我现在一想到刘德昭跟裘贵那副嘴脸，肯定十分狼狈，我就觉得特别好笑。可是我笑不出来啊。这次出巡以来，我见到了太多平常在宫里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大清的官员每一个都如此贪赃枉法的话，那我们大清的江山还能长久吗？看到那些灾民受到一点点赈济的银两就三呼万岁，说实话，我很震撼，也很惭愧。我们大清的百姓是多么的善良，对官府的要求是多么的低微，而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是多么的失职。娄小弟，为了刚才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易欢呢？康熙心情大好，拉着易欢陪他喝酒。他们现在正在院中饮酒赏月呢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跟我一样，都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你千万别介意。我知道，我会克制我自己的。太子，其实这次的行动我是一直不同意的，但是你却一意孤行。一来你们出生入死，倒是帮康熙收买了民心；二来你在康熙面前暴露的太多了。虽然康熙表面上嘉奖于你，但是内心也难免不会对你和易欢起疑心啊。我明白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康熙身为大清的皇帝，为了灾民都可以去冒险一搏。如果我为了一己私利而畏首畏尾的话，那在欢妹的心里，他会怎么想我？易欢怎么想你和康熙，这并不重要。你所做的那么多，难道就是为了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吗？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。我没忘，我也不是为了讨易欢一个人的欢心。六师傅，就如康熙为那些饿死的灾民落泪一样，那是他身为当今天子的良知。而我作为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如果连这点良知都没有的话，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？师父，大师兄说的对，正因为他是大明的太子，他才必须心怀天下呀。幼稚！这古往今来，有谁打天下靠的是妇人之仁？想要心怀天下，那我问你，你怀的是谁的天下？是爱新觉罗的天下，是大清的天下。你想要心怀天下，就必须要先打下天下，你才有这个资格。六师傅说的是，徒儿受教。
龙小弟，你可认得此字？这不就是龙字吗？那你可知此字何意？老大，你是要考小弟的学识吗？那小弟可能会比老大你强上那么一点点。这龙字啊，本意是指能带来雨水的神物，在此呢，则既指春天的雷雨。耳者闻也，耳与龙联合起来，表示耳朵听到春雷声。本意指这个年老耳背的农夫啊，平常无法与人交流，但在春分时节，他能听到春雷响声，便知道该下地播种了。后来慢慢变成现在的意思，指称别人耳背的毛病。龙小弟，若论这番学识，我自然是不如你。但是今天我想给你讲另外一层意思。你看这个龙字，是龙跟耳结成的，这个龙指天子，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天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，民间的疾苦是听不到的。多谢老大指点，对小弟来说，犹如醍醐灌顶，顿生觉悟。此次出巡以来，我这双耳朵总算是打开了。等我回了宫以后，再也不会让我这双耳朵变成白纱。龙小弟，一言为定。为了你这句话啊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下雨了，哈哈哈！这次雨势还挺大。看这个雨势，山西的旱情应该能得到缓解。这都是主子您宅心仁厚，感动了上苍，所以上苍才降下甘霖，拯救万民呐。想不到这场雨一下就是3天，真是一场及时雨啊，缓解了山区的旱情。这场雨虽然缓解了旱情，但是错过了播种的季节，灾民们仍然需要救济。我知道，我会让朝廷继续赈灾，让灾民们平安度日，直到下一个收获季。龙小弟，看来你这双龙耳真的打开了，能听见民间疾苦了。主子，咱们还是少在外面走动吧。前些日子发生那么大动静，一定会惊动官府。索大人出去调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万一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可不得了。我想看一看刘德昭他们会如何行动。再说了，那日我们都易容了，他们认不出来。就是嘛，你要对我的易容术充满信心。主子，你看现在街道上，这个灾民比以前少了很多，多半是他们领到了钱粮，又看到旱情得到了缓解，所以都回家去了。只是这些钱财还完全不够，有一些住得偏远的灾民，还有一些老弱妇孺，就完全没有得到救济。主子，像那样的行动，可一不可再，还是等索大人调兵回来，拿下刘德昭这个贪官，再安排可靠的官员，严格执行朝廷的赈灾计划，才是长远之计。说的有道理啊。
我跟你们说，听说前些天有人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粮分银。哎，龙小弟，咱们都成了官府通缉的江洋大盗了。多亏了他们呀！怎么会像是铁匪呢？活菩萨呀！对呀，是呀，哪怕是活菩萨，现在也都自缺难保了。这劫了官粮官银，可都是杀头的罪啊！是啊，就咱们老百姓啊，最可怜了。逆来顺受是个死，这官逼民反还是个死啊！你说他们这些好人都给抓了，多好的好事，太可怜分粮了。老百姓真没有活路了。待我回宫之后，一定要将刑部那些盗案发回重审，只有那些真正打家劫舍的盗案，才判死罪，而那些被无良贪官逼得走投无路的囚徒，全部从轻发落。龙小弟，你简直太圣明了！怎么了？他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你就这么容易被他感动？你不信他说的吗？我觉得这次来山西对他感触挺深的，他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只怕他的真心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。你别看他现在义愤填膺，对官逼民反的百姓充满了同情，但只要回到了紫禁城，他的心境和立场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最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朝廷的权威和自己的龙椅，而不是百姓的疾苦。朱哥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怎么那么失落跟害怕呀？环美，我知道你对康熙充满了幻想，但将来你就会慢慢明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让开，让开！官爷，求你再仔细看看这画像，和老朽只是略有几分相似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这3个人看上去跟老实巴交的，哪有胆量去劫官粮官银啊？就是啊，看他那个小身板，个个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，就算有那个贼胆，也没那个能耐呀。行，这3位活菩萨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给灾民发放完钱粮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肯定是有来历的高人啊！就这帮饭桶，只知道欺压老百姓，他们哪有本事去抓人呢？就是啊。还不是只能找几只替罪羊上去交差呀？可是这3个人只是跟通缉的要犯长得有点像，当官的无凭无据的，能随便判人死刑啊？要证据还不简单吗？这帮官老爷哪个不是无中生有、栽赃陷害的能手啊？这可是死罪，这犯人不认罪，当官的他也能硬判啊。嗨，只要进了公堂，还由不得你不认罪啊！3步之下，何共过去？对，到了秋后，3颗人头落地，这案子就了结了，官老爷又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去，看看巡抚大人看看去。对，走。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他们不会真把无辜的百姓屈打成招吧？咱们也跟上看看去。也不知道要怎么审啊！咱们走，快点！跪下！让开！主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临出来之前，为了预防万一，我把那道圣旨带来，要不然以钦差的身份进去问一下。不急，咱们先看看这个刘德昭怎么办这个胡乱。这也不让我们进呢。走。王13、胡二狗、谢大牛，你们说你们并未劫粮劫银，可是为什么从你们家中搜出了失窃的官银跟粮食？讲。大人呐，小老儿实属冤枉啊！那些粮食和官银，不是官府赈灾分给咱们灾民的吗？那夜在码头取了好些个灾民，每人都分到了1斗粮食和1锭银子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更冤枉啊！那夜小人听说有活菩萨要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钱分粮，本想赶着去的，不料小人的娘子摔了一跤，把怀了3个月的孩子划掉了。
等小人安顿好娘子，赶到码头，银子和粮食早就分光了，活菩萨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小人的家中穷的只剩下4面墙了，也不知差爷们怎会在家中送出这些粮食和一锭银子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冤枉的。小人那日夜里在家照顾病重的老娘，赶去码头也去得晚了，什么都没分到。啊，今早有人拿着画像在小人家门口望了几眼，问了小人几句话，随后那人便送了小人1袋粮食和1锭银子。小人正感激不尽，赶紧去给我那快饿死的老娘熬粥，谁想到还没等到粥熟呢，这时就来了几个捕快大人，硬说小人是盗抢官粮官银的贼啊！大人，小人实在是冤枉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他们是拿着画像对比，看谁长得像就抓起来栽赃。小人冤枉，大人！大人要明察呀！大人明察！大胆的刁民，你们竟敢诬陷本府的公差！来啊，传证人！带证人！这架势我看着都害怕，何况寻常老百姓呢？参见大人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主子，他们脸上那些墨汁啊，是我之前加过药的。要是想洗掉的话，除非搓掉一层脸皮，不然的话1个月都别想洗掉。这些梁上丝毫没有吸取教训，脸上的字还在，却又在陷害无辜百姓了。他们竟然如此不知悔改，将来我便命人将这些字刺在他们脸上，除非他们撕掉脸皮，要不然一辈子都洗不掉。真的？那就太痛快了，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恶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古往今来哪个皇帝不杀人啊？一句话不就血流成河吗？难道不是最大的恶人？环美，就算主子说了，在宫外可以畅所欲言，但你也不能不知轻重，胡乱说话。我知道，龙小弟嘛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啊，更何况你是皇上，所以你肚里可以撑100只、1000只，可以撑上万只啊，所以你肯定不会跟小女子计较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行了，别说那么吵，我都听不清公堂上的动静了。哦，你们几个证人，认一认前面这3个，他们可是那日打劫你们的匪徒。没错，大人，就是他们。好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大人冤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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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！王13，5个人都指认你们，你们还有何话要讲？大老爷，老朽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这是我等从那3人家中搜出的迷药。这些迷药和迷到府中守卫的那些完全一样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跟老娘经常挨饿，早都不想活了，就连买包老鼠药的钱都没有，哪里来的钱买迷药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和娘子也饿了好些天了，家中若有迷药，早就不管这么多，先吃下去了，哪里还能留到官员们来搜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
大人，大人，卑职刚刚在高级药铺调查到，王十三前些日子曾去药铺买过药材，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配出强效迷药。这是高级药铺掌柜高老师的书证，大人请过目。哎呀，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二人没钱买迷药，那这药一定是王十三配好后送给你二人的，对吧？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小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十三啊，大人！是啊，小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您说的王十三是谁呀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大人，冤枉啊，大人！老爷，小老儿前些时日确实到高级药铺买过药，只是想配一些迷药药兔子，怎敢拿这些药去药人呢？大老爷，更不曾把这些药分给两个不认识的人呢，大老爷。真没想到，他们连相关的伪证都做好，看这手法，简直是轻车熟路。看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如果找不到我们三个，就要拿这3个无辜的百姓顶罪。你们这些个刁民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抵赖？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！还不赶紧给我速速的招来！你们是如何勾结江洋大盗，盗取府库官银的？大人，小民冤枉啊！明察呀，大人！一群刁民，刁民！事到如今还敢喊冤？好，来人呐！每人重打30大板！看你们还敢嘴硬！打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，大人！这个狗官，看来刘德昭是铁了心要将这3个百姓屈打成招了。主子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必须要阻止他们。来，我眼下好歹也是奉旨查处书剑一案的钦差大臣，纵然无权过问山西的地方政务，但刘德昭应该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击鼓鸣冤。是。大人！你干什么呢？要干什么？龙小弟，武功长进了吗？那是，跟了老大这么久，总得学点本事不是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家大人奉旨前来山西查案，还不赶紧让你们巡抚大人出来迎接？你们真是钦差大人？圣旨在此，还有假吗？哇，一道圣旨这么威风啊！老大，这个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。龙大人，刘德昭恭迎钦差大人。早就听说龙大人到了舒大人的府上，本该前去拜会，只是公务繁忙，实在是走不开呀。早有耳闻啊，这山西旱情严重，刘大人一边忙着赈灾，一边忙着缉捕盗匪，确实是忙得很呐。龙大人此次来奉旨调查舒大人遇刺一案，不知办得怎么样了？今日龙大人来，可是想让本府助你一臂之力？确实是需要巡抚大人相助之处啊。本府定当全力配合。哎，不过龙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本府现在正在审理一起盗匪之案，
不如这样，龙大人先暂时去我的后堂歇息，待本府办完此案之后，再到后堂听龙大人通报舒总兵遇刺一案的案情如何？刘大人，这3天前夜里发生的重大盗匪案，没想到今日就抓到了匪徒。刘大人的办案效率实在是让我钦佩。刘大人，不知本钦差是否可以在此旁观刘大人审案呢？龙大人呐，你不过是奉旨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的，这盗匪之案呢，与舒案呐，没有任何之相关联。哎呀，若是要旁听的话，不太合适吧？刘大人，本钦差只是旁观而已，绝不干扰刘大人办案。再说了，等本钦差回了宫以后啊，这皇上问起在山西的见闻，我也好将刘大人的这高效办案的美名上达天听啊！哎呀，龙大人若是执意要旁听的话，那就堂上请。哎，请，请。刘大人，这3个就是劫银劫粮的盗匪吗？不错，现下人证物证俱在，可是他们抵死不招。大人，老朽实属冤枉啊！大人，刘大人，不知有何人证物证，可否给本钦差瞧瞧？龙大人，你可是奉旨前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，好像这个案子与你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吧？你只静静的旁观就好了。这具体的案情，本府无可奉告。王13、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们现在可愿招了？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小民冤枉啊！好一帮刁民，看来不动大刑，尔等是不会招供的。来呀！大刑伺候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是抵不了赖的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招认了吧，免得再受这皮肉之苦。大人，老朽自打进了这个公堂，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。老朽经不起如此大刑，老朽冤招啊！大人，胡二狗、谢大牛，你们呢？小人冤枉啊！大人。王13，你就先招吧。大人，我招。大人，老朽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招些什么呀。好，你们3个人那是办不了翻墙入室、劫官银官粮的大事的，你们必然还有其他的同伙，而那些同伙也必定不是普通人。那些人应该是盘踞在牛角寨上的潜名余孽，才会如此的胆大包天，是不是啊？大人，您说是就是吧？那你就将如何勾结牛角寨贼人的经过如实的招来吧。这经过，大人，老朽年老昏聩，这经过我实在是记不清了，就以大人调查的为准吧。好，那么你再想想，你又是如何联系胡二狗和谢大牛，去给牛角寨的匪徒做接应的？这位老伯，你我素不相识，
你要认罪是你的事，可不能胡乱拍咬我们呢。前日我家娘子刚刚流产，还等着我回去照顾她呢。这位老伯伯，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老娘等我回去照顾，这盗抢官粮官银，可是死罪啊！大人，大人，老朽无儿无女无家产，我死不足惜。可是我与这2位小兄弟素不相识，你要让我胡乱指证，小老儿我心里实在是不安呐。看样子你还是没想明白呀。来人呐，在，让他清醒清醒。大人，大人，老朽冤诏，冤诏啊！大人，这案情经过，您比老朽更清楚，就请你们代老朽写下供词，让老朽画押便是啊。这就对了。来人呐，在，把王13押下去。是。大老爷，走，你们关闭民反呐！胡二狗、谢大牛、王13都已经招了，你们还要顽抗吗？罢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被砍头也比这么活着受折磨的好，反正都是个死。小人愿招。有劳大人状告小人娘子，小人不能陪她白头到老了，让她自行改嫁吧。你就放心吧。来人，在，把胡二狗带下去。是。走。哎呀，谢大牛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怎么着啊？你们这些狗官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就算你们有本事瞒得过朝廷，瞒得过皇上，你们也瞒不过老天爷！住口！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塞上！是。慢着，贼什么嘴呀？他不是愿意骂吗？你让他骂。谢大牛，我告诉你，皇上远在紫禁城里，你就是把喉咙骂破了，皇上也听不见。现在呢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直接画押呢，还是领教我这堂上诸般的刑法之后再画押呢？狗官，你不得好死！动刑！慢着，不能动刑。刘大人，想不到如此一起惊天大案，你们居然是如此办理的，真是让本钦差大开眼界。龙大人，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此地民风向来是彪悍奸诈，这几个人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，不过是想博取龙南的同情罢了。尤其是这个谢大牛，他爹曾是牛角寨上前明余孽中的一员，前2年刚被判了腰斩，
而且那起案子又是谢大牛他娘亲自出手的。可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，如今他谢大牛长大了，仍然与这牛角寨暗中勾结。当初我娘出手，害得我爹被腰斩。我一直以为我娘做的对，我爹就是个大逆不道的糊涂虫，他该死。可我如今才明白，是我娘错了，是我娘错了。这大清的天，简直比锅底还要黑呀！这百姓就该反！住口！住口！龙大人，你听见了吧？你看见了吧？此人果然是前明的余孽呀！他勾结山匪，打劫官府的库银。即便是他不招供，就冲他刚才那番说辞，本官也可以判他个斩立决！斩立决！刘大人，若不是你们软硬兼施，诱供逼供，这谢大牛又何至于恶言诅咒朝廷？冷大人啊，这二位，一个是您的贴身丫鬟，一个呢是您的贴身护卫，算起来也是您的奴才。可是你今天看看，他们两个竟然敢在公堂之上对本府出言不逊。龙大人，你平时对你的手下是不是未免太放纵了一些啊？刘大人，这公堂之上虽应分尊卑，但更应该论国法。你这个审案的手段，的确让人无法苟同啊！龙大人啊，这说起来，你虽然乃是一个奉旨办案的钦差，不过是官拜五品，比起我这二品的大员来说，似乎是还低了这么几级吧。而且这圣旨上写的是明明白白，你龙大人是来办理舒总兵遇刺一案的。龙大人啊，你这干涉我地方的刑案，恐怕是不合体力吧？刘大人，下官的官职是比你低，可是你就不怕下官回了京城以后，向皇上交旨之时弹劾你吗？龙大人，皇上虽然年少，但他却是圣明的天子，我想他不会听你一面之词的。龙大人啊，你这一路辛苦了，我看还是到后堂先歇息吧。待本府审完这起案子之后，再同你好好交流交流同僚之谊吧。龙大人，请随下官到后堂歇息吧。慢着，你们可知我乃是？龙大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主子，要不然您把密旨拿出来给刘大人看看吧。密旨？对啊，皇上不是给您下了一道密旨吗？让您调查舒总兵一案之时，顺便督查一下山西赈灾情况以及地方官员官风吗？哎呀，龙大人啊，实在没有想到啊，龙大人身上还有皇上的密旨啊！不知皇上的密旨现在何处啊？可否让本府看一看？这密旨？这密旨啊，让奴婢小心翼翼地藏在行李箱里了。主子，要不然您随奴婢回去取一趟吧。也好，刘大人请稍等一下，下官这就去取。那个冷大人，是否让本府派一队兵士护送啊？不必了。李护卫，你接着替本官陪审，顺便提醒一下刘大人，不要滥用酷刑啊。卑职遵命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如果咱们拿不出密旨的话，刘德昭一定会说我们假传圣旨，到时候必定跟我们翻脸，那3个人就死定了。尤其是那个谢大牛，不死也得残废啊！哎，事到如今，只能造一封假的密旨喽。伪造密旨？
这个刘德昭身为山西巡抚，又加兵部侍郎衔，乃2品大员。即使他不知道你长什么样，你的字他总归认识吧？老大，你疯了吧？这是我首次微服私访，毫无经验，我没有带上玉玺，也没有带上书写圣旨的龙文黄卷啊。万事都有变通的嘛，龙小弟。这个密旨肯定不能正式的写在龙文黄卷上啊。我们把宫里御用的花笺，加上你的御笔亲书，还有玉玺印鉴，拿出来给他看，肯定能唬住他了。不是，可问题就在于没有玉玺啊。我可以帮你搞定啊，我照着你圣旨上的玺印刻一个不就得了？你还会刻章啊？那当然了，老大我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医药赌蛊、机关杂耍、金石篆刻都不在话下。走吧。龙小弟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老大，你这个篆刻的功夫果然和你的武功一样，不能深究啊。刘德昭只要仔细一看，就能看出其中的破绽了。切，问题在于他不可能仔细看。你那道圣旨是真的，他已经仔细看过了，怎么可能怀疑这个是假的呢？那我们只能碰碰运气了。刘德昭只要一看到这个密旨上的内容全部都戳中了他的软肋，必定就会心下大乱，不会仔细查看最后的印鉴了。李护卫，不知你家大人和令妹何时会回来呀？我家大人回去以后还需要沐浴更衣，就麻烦刘大人和诸位大人要不先把这谢大牛押下去，等我家大人回来了再审。来啊，在，将这谢大牛先押下去。是。李护卫，不知你家大人是哪一年考取的功名，出自谁的门下？我家大人身份尊贵，恕卑职无可奉告。好，身份显赫，好啊！哇，大功告成！龙小弟，怎么奖赏我啊？奖赏？伪造官印已是杀头的大罪，这伪造玉玺是要诛九族的。龙小弟，什么意思啊？过河拆桥？我可是奉旨造假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论到杀头的大罪这几天我龙三犯的可不比你少。只不过老大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特殊的技能？我就是一个江湖混混啊，江湖小混混，自然要学得多一点，不然怎么混得开啊？对吧？相比于刘德昭你更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亏你技艺不精，这个玉玺呢，你伪造的不能到以假乱真的地步，要不然的话，那可真就天下大乱了。龙小弟，
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忌讳的事儿啊？从此在你心里就记了我一笔了？没事儿，这要是别人呢，伪造玉玺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我都不会轻饶了他。但是你嘛，我知道，你虽然天性顽劣，但是你一定不会做出什么让我不可原谅之事。虽然你嘴上这么说，但是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已经对我有防备了。早知道我就不出这个馊主意了。另外想办法救那3个百姓啊。反正呢，我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这次回宫以后，就一辈子把你拴在我身边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犯下什么连我都保不住你的重罪了。我才不要在那个像金笼子一样的紫禁城里坐牢呢。君无戏言，记住我刚才说的话。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皇上啦，你是我的龙小弟啊。李护卫，待会儿等你家大人回来之后，还请您在你家大人面前替我等多多美言几句啊！啊！好说，好说。多谢。钦差大人到，圣旨下。皇上密旨到，刘德昭等一干官员接旨。臣刘德昭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龙3为钦差大臣，在查办舒总兵遇刺案之时，监督查访山西赈灾之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之官风政绩，如实禀报，不得有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，刘大人，这皇上的密旨可都听到了。这临出宫前啊，皇上再三叮嘱，一定要详查山西的赈灾详情，以及地方官员的官风政绩。那就有了各位大人多多配合了。哎呀，龙大人您就放心，我等自当竭尽全力的配合龙大人。龙大人这一路实在是辛苦了。这舒总兵的府邸的位置这么偏僻，而且呢，设施呢又这么简陋，实在是委屈龙大人了。龙大人是这样啊，如果龙大人您不嫌弃的话啊，毕府呢有一个小小的别院，而且环境十分之优雅，出行呢十分之便利。大人可否考虑移驾到小院暂住啊？多谢刘大人的美意。只不过啊，这皇上下旨让下官巡查当地的官风，你我不适合走得太近，只怕别人容易多说闲话，对你我都不利呀。哎呀，龙大人，你看你啊，自京城远道而来，那是翻山越岭啊，太辛苦龙大人了。你看啊，你既然到了这里，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这些地方的同僚尽一尽地主之谊吧。主子，咱们这几天在舒府，天天粗茶淡饭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，不如就看看这刘大人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。鸟的，行，那就多谢刘大人了。龙大人，请，请，请。
哎呀，龙大人啊，能够来此与我们这帮地方同僚小叙，实乃是我等荣幸之至啊！啊，龙大人啊，咱们就别干看着了啊。这些呢，都是毕府的小厨做的一些家常小菜，不知可否合龙大人的胃口？来，龙大人尝尝，尝一尝。刘大人，哎，你这一桌佳肴，不见寻常的鸡鸭鱼肉，全是些难得的山珍海味。刘大人啊，你这家常小菜可比皇上御膳的规格还要高啊！龙大人说笑了啊，这是夸奖我啊。是这样，有菜不能没酒啊。来，龙大人，尝一尝，这可是啊，来，自西域而来的葡萄酒，冰镇之后口感更佳。来，尝一尝。来，二位你们也随意。外面赤日炎炎，焦土千里，没想到刘大人府上还有这冰镇的葡萄美酒啊！不怕龙大人笑话，本府呢体胖怕热，故而呢在这家中多挖了几口冰窖，每到隆冬之时呢，就会大量的取些冰块，以度炎夏。刘大人，会享福。此次山西等省大旱，这皇上啊，在紫禁城里是食不下咽，寝不安枕，麻衣素食1个月之久，还赐龙血抄佛经，这才求得一场甘霖。看来这做天子的，真是不如这做臣子的逍遥自在啊！哎呀，龙大人，此话严重了啊！来，哎，吃菜，来吃菜啊！大人请。刘大人，不必忙活了。你这一盘盘的佳肴，在本钦差的眼中，就是民脂民膏；一杯杯美酒，就是黎民血泪。恕本钦差难以下咽。龙大人果然是忧国忧民呐，让我等十分惭愧啊！你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，我等洗耳恭听。刘大人，咱们也不必拐弯抹角了。你我已算是心照不宣，我只要求刘大人做好3件事情。不知哪3件？第一，放了王13等人，还有那日你在你小舅子员外抓捕的那些灾民，全部无罪释放，并加以赔偿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二，把囤积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。把那些借机哄抬粮价、大发国难财的奸商全部都抓起来，严惩不贷。好，这就去办。第三，交出赈灾银两的账目，并打开银库，让本钦差一一核查清楚。若有短缺，你等自行想办法补上，然后再跟本钦差一起，把这些银两发放给灾民。二位没觉得这个天儿格外的闷热吗？是啊，热得很。好啊，我这就调集人马，
即刻就办。刘大人啊，你可不要敷衍本钦差啊！你们应该都清楚，眼下能否办好这3件事情，不仅关系到数十万灾民的生死，更关系到你等一干地方官员的前途和性命。本府明白。行，那本钦差就告辞了。宋大人，不必了。诸位大人，留在这儿，继续享用这些美酒佳肴吧，别浪费了。一欢，你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居然敢刻假玉玺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可是犯了帝王的大忌。虽然皇上表面上夸奖，但你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当时说完就感觉到了，他心里肯定不开心了。可是现在反悔也没办法了呀。叔父，一欢也是救人心切，他一向心性单纯，不明白帝王的复杂心思，现在埋怨他也没用了。本来就是啊，我以为我在帮他解围，而且是他让我刻的，谁知道会这样。朱哥哥，我是不是又办傻事了？是有点傻，但是我不怪你。我们本来就跟康熙势不两立，翻脸也是早晚的事情。好在眼下他跟我们还算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就算是对我们起了防备之心，也只能暂时和我们维持眼下的关系。你不必过于自责。从小到大你都这么包容我。你呀，我早晚得死在你们两兄妹手里。死在你手里。你呀。都是因为那夜我下手太重，要不我先用内力替你疗伤。多谢前辈，不必了。刘德昭一直怀疑他身边有了奸细，只是还没有怀疑到我身上，所以我不能耽搁太久。是不是刘德昭他们又有新举动了？今天钦差大人直接来了府衙，还亮出了皇上的密旨，把刘德昭他们吓了个半死。钦差大人走后，刘德昭便召集了他那几个心腹的官员和府上，一起商量对策。小官啊，你们几个脸上那个字儿还没洗干净啊？甭提了，也不知道那个姓艾的在墨汁里放了什么东西，我们搓了几天都搓不下去。是啊，混蛋！等我抓到了他，我非扒了他的皮。哼，坐着聊啊！都是我这些手下太饭桶了，到现在连那个姓艾的足迹都没有找到。卑职无能。行，姓艾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我们现下当务之急就是全力以赴的要对付这个钦差龙三。姐夫，你真要听那个姓龙的呀，把我们哥几个全抓起来？要真把哥几个抓起来，是去走走过场也都罢了，就怕这个龙大人啊，是存着杀鸡儆猴的心思，不肯见好就收就完了。对啊，是。还有那个赈灾的银子，你说咱们现在都吞到肚子里，消化了大半了，这怎么吐得出来呀？哎，吐不出来那也得吐啊，能吐多少是多少，不够的大家伙凑一凑。还有啊，这个龙大人一脸油盐不进的样子，看来是要跟咱们动真格的了。哼，
个龙三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我派去京城的探子，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回话。我还真就不信了。这世上有不偷腥的猫吗？甭管怎么样，咱们先备下重重的厚礼，探探他的底儿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没准他眼下的假正经，就是为了将来狠捞一笔。哎，还有，我看那个龙大人年纪轻轻，血气方刚，正是干柴烈火的年龄。你们府中谁还有没开包的绝色美人？哈，也别藏着掖着了，赶紧贡献出来。等把这厮弄上了咱们的船，先渡过了眼下的难关再说。啊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你有吗？没有。我有。我府上啊，还真有这么一位美人，不但人长得美，性子温婉，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哎，姐夫，我原本可是要孝敬你的呀。你小子，哎呀，任这美人如何的貌美天仙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。也罢，让这个美人去试一试龙三。哎，秋贵啊，记好了啊，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女子的身份，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。你放心吧，姐夫，她呀是一个孤女，我发现的时候都快饿死了，是我收留了她。锦衣玉食养着她，现在对我是感恩戴德，让她陪陪钦差大人，不为过吧？哎，不为过，就是。我想，二位一定也猜得出来，他们所说的这个绝色美人是谁吧？该不会就是婉欣妹妹吧？正是。婉妹知道裘贵要把她送给刘德昭，她以为只要进了刘府见着我们便有机会私奔，所以这几日她在裘府不哭不闹，还假意奉承裘贵。我本想等我伤好了把她救出来，可没想到这帮禽兽居然想让她去侍候钦差大人。裘贵这个禽兽，早晚有一天我要亲手宰了他。刘德昭等人若是把舒婉欣献给钦差大人，那他私自出逃，让人冒名顶替进宫之事就会暴露。所以我才急着来找你们报信儿，跟你们商量对策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，直到现在我才能偷偷溜出来。孟大哥，你还是来晚了。刚刚刘德昭的人已经接走了钦差大人，想来就是要行使这个计划了。什么？那如果钦差大人识破了婉妹的身份，而你是冒名顶替，那你和婉妹就都麻烦了。眼下之际，也只有我立刻赶去刘府，在舒婉欣被献给钦差大人之前，把她给劫走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，暗中协助你们，希望一切还来得及。好。我走了。钦差大人，我家大人有要事要和大人商量。钦差大人，我家大人有要事要和大人商量，还请大人独自入厅，随行人员且留在厅外等候。那可不行，我是龙大人的贴身护卫，不能离开大人半步。哎，无妨。刘大人这么晚叫我过来，肯定是有好事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你们就先在外面等着吧。您那件背心穿了吗？主子，跟刘大人有事好好商量，千万别翻脸啊！你这么关心我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大人这边走。你把背心给他了。小气鬼！龙大人，请。哎呀，安大人，
赶紧。是。蓝大人，来，坐。坐。刘大人，你这私人府邸用度之奢华，丝毫不逊于皇宫啊！龙大人实在是过奖了。这么晚把龙大人请过来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咱们聊一聊私房话，交一交朋友啊。龙大人啊，这下面这一层的金银珠宝，是本地的同僚一点小小的心意。这上面的10万的银票，是本地的商户们孝敬龙大人的，一点点小意思，还请龙大人能够笑纳。刘大人，这礼我暂且收下了。好。万姑娘，等一下见了钦差大人，你可要好生服侍啊。是，裘老板。要是没有裘老板，小女子早就饿得没命了。小女子一定知恩图报。好啊，走吧。孟哥哥，你在哪里？等会儿听到我的琵琶声，你可一定要来救我呀！这礼呢，我已经收下了。刘大人要是有什么话，不妨开门见山的说吧。这龙大人果然是个爽快之人呐。好，那我就说，我知道，龙大人呢，今天看我在堂上审这个案子，不是十分的满意，我心里知道。可是龙大人啊，你是误会本府了。我什么地方误会了刘大人了？这些个大街官府库银库粮的，乃是这牛角寨上前明的余孽。可惜呀，这个牛角寨是易守难攻啊，所以本府呢就抓了3个替罪之羊，在堂上呢对他们是有些枉法裁判了。这不是也是为了那牛角寨上的前明的余孽诱他们下山吗？好一招引蛇出洞啊！哎，但是刘大人，你这无凭无据，怎能断定这打劫银粮的就是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？龙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打劫官府库银库粮的有20多个人，这20多个人，他们个个是武功高强，训练有素，非一般的盗匪可比啊！想来，在本府的辖区之内，也就是这些牛角寨上的前明的余孽有此实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刘大人，单是为了剿匪，就冤枉3个无辜百姓，还滥施酷刑，这也有违大清律例吧？龙大人啊，本府这不是也是剿匪心切吗？使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跟策略。我知道啊，龙大人呢，你有些疑义，可是我不是也按照龙大人的吩咐把这3个百姓给放了吗？啊，还有前些日子在裘国的庄园抓了几个闹事的灾民，不是也一律都给放了吗？不瞒你说呀，本府还赔了不少的银两。龙大人啊，这样说来，您所交派本府的第1件事，算是办妥了吧？那另外2件呢？这第2件嘛，粮食可以放，但是不能发放过多。多少呢？咱们就意思意思，能够让龙大人回去交差就可以了。
至于那几个粮商嘛，他们一个个的跟本地的官员那是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。龙大人啊，我看最好还是不要抓了。那赈灾银两，不瞒龙大人说呀，山西这些年那是天灾不断呐，府库的银子早已经是入不敷出了。这朝廷下拨的银子啊，根本就是不够啊。有一点银子呢，也就填了往年的亏空了啊。就比如说吧，如果说按照朝廷的规定，每一个灾民发2两银子，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我的龙大人，银子根本不够使。所以我说呀，龙大人，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您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咱们每个灾民给1两银子，每隔30里打一口深井，这样你我咱们都好交差了。朱哥哥，你说这刘德昭单独把龙小弟招进去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利诱啊！这些蠢货，如果知道他们正在收买的钦差大人就是当今皇上，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。嘘，那太好了，咱们可以用他们贿赂龙小弟的钱买粮食，然后分给灾民啊。糟了，倾城，他怎么来了？她不是薛姐姐，她是舒婉欣。一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几天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，有劳一姑娘挂心了。你们不是那个外地客商的仆从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我们就是钦差大人的随从。啊？哎呦，那小的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前面的事儿，多有得罪啊！二位多担待。这位姑娘，在淮阳村的事儿，那是个误会啊，真的是误会。这位姑娘就是你们在淮阳村抢走的那位吧？哪能啊！万苏姑娘，那我一直是礼敬有加，半丁点我也不敢亏待呀。你要不信，你问她自己。哦，裘老板对我一直很好。那晚确实是一个误会。原来你叫万苏啊？万苏，舒婉欣。原来你是把名字倒过来说了。果然聪明。那万姑娘，你现在是？我现在，裘老板让我。是这么回事。巡抚大人呢，在里面呢。万姑娘弹得一手好琵琶，我就让她进府给巡抚大人弹几首小曲儿。二位，咱们回见啊。万姑娘，请。朱哥哥怎么办啊？这个裘贵肯定想把舒婉欣献给刘德昭。有这个可能。那咱们赶紧想办法把舒婉欣救出来吧。现在不能轻举妄动，否则惊动了康熙，让他发现了舒婉欣，就会坏了大事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去找孟祥和，让孟祥和把舒婉欣救出来，最好能马上带她私奔，这样雪姐姐也安全了。不行，距离10年之期还有20天。这个孟祥和很迂腐，他一定不肯提前毁约，一定会坚持到期满之日才带着舒婉欣离开。那怎么办啊？不过，龙大人可否给一句话呀？刘大人，哎，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够得上杀头灭族的了。若你能及时悔改，方能有一线生机；若你还想着欺君罔上，那可真是无药可救了。
龙大人的意思是不肯通融了。那些粮商可以暂且不动，但是粮食必须全部发放给灾民，亏欠的赈灾银两必须尽快补齐。每隔10里地打一口深井，是抗旱最有效的措施，千万不可敷衍。刘大人，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慢！什么？他们让舒婉心去色诱钦差大人？不行，我得劝主子赶紧回府，不能让他跟舒婉心见到。且慢，易姑娘不可冲动。刘德昭早有两手准备，如果钦差大人不上钩，他便会马上翻脸杀了钦差，然后再嫁祸给牛角寨上的那些人。我们刚刚悄悄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府中已经埋伏了上百名好手，而府外还埋伏了几百甲兵。那怎么办啊？为今之计，既不能让钦差大人见到舒婉心，也不能让那个刘德昭翻脸，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哎呀，龙大人啊，本府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呢，我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礼物要进献给龙大人。什么特殊的礼物？这个礼物啊，十分特殊，在我另外一个小院之中，叫逍遥阁。来人呐！老爷，带龙大人去逍遥阁。嘿嘿，大人请。哎，龙大人，哼，还是没有别的意思。给大人拿着。是。龙大人，这个龙大人也太不讲规矩了，收了咱们那么多好处，还这么咄咄逼人。秋桂啊，看来下面就要指望你送的这个美人儿收服这个龙大人了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弟弟这次挑的美人呐，可是绝色美人，就等着龙大人上钩了。只要咱们抓住了他的把柄，看他装什么假正经。可是就是怕他不咬钩啊！怕！那就一不做，二不休。